歡迎收睇，我係永璇。你見過可以同金星一樣光猛嘅彗星未？2026年4月初，一顆叫 C/2026A1 MAPS 嘅彗星會以極近距離掠過太陽。如果佢捱得過，有機會變成一生人可能都難見一次嘅超級彗星。今日我哋會由呢顆彗星係咩講起，一路講到喺紐西蘭點樣安全、清晰咁去睇。首先，我哋要記住一個重要日子：2026年4月4日。呢一日係佢最接近太陽嘅近日點，到時佢同太陽表面嘅距離只有大約16到17萬公里，仲近過地球去月亮啊！呢顆彗星屬於克魯持續掠日彗星，係成千上萬年先見一次，飛到極近距離掠過太陽嘅長周期彗星。佢係喺2026年1月13日喺智利一個叫 MAPS 計劃嘅觀測站被發現，所以名字叫 C/2026A1 MAPS。有啲天文模型預測，如果佢未被燒掉，光度可以高達-3到-4等，比金星仲光。不過記住，呢個係理論值。由於佢飛得太貼太陽，地面好難睇，好多預測都係靠數號呢類太空望遠鏡。對紐西蘭嚟講，最有可能睇到嘅時間係4月初，大約4月3到6日。我哋可以用望遠鏡掃一掃東方低空，最好喺清晨日出前半小時，揀一個東面開陽、無高樓、無山或者厚雲遮住嘅位置，例如海灘、農村或者國家公園。天空越黑，見到彗尾嘅機會就越大。如果你係新手，最適合嘅工具係雙筒望遠鏡，例如7×50或者10×50。另外可以用 Starwalk 或者 Sky Safari 呢啲 app， 事先查好彗星嘅準確位置，方便即時調整。千萬記住，唔好直接望太陽，不管係肉眼定係望遠鏡都好危險，會損傷視網膜。呢顆彗星可以話係一場搏命演出，有機會壯觀到驚人，都有機會飛近太陽前就燒到冇埋。如果你拍到呢顆彗星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，加埋標籤井號 C/2026A1 MAPS， 等大家一齊睇。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分享。多謝收睇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見到呢個天空奇觀。